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再一次可以再到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我是台南神学院3年级的道硕生，我叫曾瑞平。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再一次的回到富强教会，而且是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从我国中来到这间教会以来，我在这间教会受到装备、受到学习，也在这边得到成长。一直到现在，我准备要毕业，进到下一个阶段去服侍。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请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代祷，也成为我最大的支持，好让我在未来不论到哪一个牧会的场域去，都可以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全能上帝，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尊荣。何等的恩典！你将真理跟生命赏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尊贵的名分，使我们能够称呼你为阿爸天父。现在我们恭敬的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要来敬拜你，也领受你的话语。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使讲的跟聆听的都能够得着祝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现在在讲上帝的呼召之前，如果简单来讲，就是上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你过去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验过上帝在什么样的时刻，上帝在什么样的地方，曾经用哪一种方式开口对你说话过吗？是不是在你惊惶的时候，你可以期待听到上帝对你明确指示的声音？还是在你难过的时候，你是不是渴望听到上帝对你安慰的声音？还是当你在骄傲的时候，你曾经听过上帝对你提醒的声音？这位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神，而且他渴望与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的天父。他期待我们每一个依靠他的人都可以走在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事实上，这个呼召的意思，每当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当讲起呼召的时候，好像感觉就是要呼召一个人去读神学院，感觉要呼召一个人献身，好像要去成为一个宣教士。事实上，呼召最简单的意思，它就是在讲招呼，它在讲选召，在讲邀请。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不论在旧约，不论在新约，或在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或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他在呼叫，他在邀请，他在选召他所疼爱的儿女，一起参与在他伟大的事工当中。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圣经人物，他们用他们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整本圣经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如何用他们对上帝不变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不是说要去读神学院，要成为一个牧者，那个才叫做呼召。事实上，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神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呼召了。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用我们的信心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那个被呼召的人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行，才可以走在那个上帝的呼召当中呢？这是台南神学院的礼拜堂。如果你有机会去过台南神学院的话，你进到礼拜堂，你会发现台南神学院的礼拜堂上面有写着一行字，它是用文言文所写的。但如果翻成比较能够了解的文字，它是在写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他写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不论向父求什么，都要赐给你们。”这个经节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他呼召的人。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个要去读神学院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对于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在1年级，我们经过神学院的考试笔试之后，我们要去跟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个面试的过程。通常老师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来读神学院？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有什么样的呼召？为什么你要来？我回想我小时候为什么想要成为牧师这件事情。小的时候，我的阿公是牧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必须回到我阿公当时牧会的教会，在屏东的林边。那时候家里我住在台南，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要开车回到屏东去。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说，哇，当牧师非常好。为什么？牧师只要上班1天就好，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休息。我看我阿公好像只有礼拜天讲道而已，然后礼拜结束下来跟会友聊聊天，他好像就工作结束了。当牧者不错哎，但是我后来当我越长大的时候，当我在开始经历不同的服事，开始在经历不同的生活，才发现，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传道人，在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经历的每一个挑战，那个背后上帝要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成就那个更伟大的计划在当中。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旧约创世纪12章，它记载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故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事实上，这个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虽然当时上帝他没有告诉这个亚伯兰说你应该要去什么地方，他只说你就去吧。但是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就去了。我每次在看圣经，我们都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有时候我们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随着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越多，反而我们越来越不喜欢改变我们原有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常常走一样的路，我们可能都穿固定牌子的衣服，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也可能只吃我们喜爱吃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只喜欢坐那个固定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很稳定，我们喜欢生活在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环境当中，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舒适，那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好。但是当我们要走在那个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是需要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甚至我们要走到那个旷野当中，或者当我们要走到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我们原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原本所没有发现的个性。所以，当我们要跟随走在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亚伯兰一样，我们可能要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父家，去离开原本我们认为那个稳定的环境，去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环境当中，用信心去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引导跟带领。有时候上帝可能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生命当中原本人生的规划，我们原本的安排，去回应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有时候上帝可能也要放弃我们原本的理想，放弃我们原本的抱负，或是要调整我们原本所坚持的某些事情，来回应我们对上帝的呼召。事实上，我们看到，不管是亚伯兰也好，或是我们听过这些许多宣教士的故事，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一些见证，他们都放弃掉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好拥抱上帝给他们的要求，他们也拥抱上帝给他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事实上，去读神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过去我在富阳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在那边过得非常的舒适，做得非常的舒适。甚至我觉得，如果我不去读神学院，我继续做7年的事工的话，我还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做下去。但是当我去读神学院，离开教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开始去调整我的眼光。我发现，这个舒适的环境反而造成我不敢向前的一个非常大的阻碍。我们常常说要跟随耶稣，常说要跟随他的脚步。他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跟随耶稣吗？还是在跟踪耶稣？我回想我过去的信仰，回想我过去服事的经历，
我们常说要跟随耶稣的脚步，学习他的样式，学习他服侍的样子。但我发现我不是，我发现我在跟踪耶稣。我发现我好像就躲在旁边一样，看到耶稣做什么，他做这件事情我喜欢，我再跟上去，我再跟着耶稣做。但这件事情我不喜欢，我就躲在旁边。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不像亚伯兰这样必须要离开或必须要放弃掉某些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紧紧跟随吗？还是我们只是在跟踪而已？上帝给亚伯兰的这个挑战，事实上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他要我们离开，他要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用怎样的心来回应他？我们是要用跟随的心呢，还是要用一个跟踪的心来追随我这个呼召呢？接着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记载在新约的马太福音。这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马太福音第4章这个记载当中，我们也是非常熟悉，常听到一段经文。耶稣呼召这几个渔夫，他们原本一生可能都活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们两个原本关心的焦点，可能只是如何捕网，如何捕鱼，如何把这些鱼卖好的价钱，如何看天气，如何晒鱼竿，可能就是这些事情而已。但是当耶稣呼召这些门徒原本的这些渔夫的时候，耶稣只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新的眼光，看见他们原本的世界，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眼界，重新去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是每天就抓鱼，每天只是捕网这样而已。耶稣邀请他们，耶稣呼召他们，耶稣选召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伟大的事工。他们两个用实际的行动，他们就立刻放下了网，他们就立刻跟从了他。事实上，我们来看彼得跟安德烈的生命，有时候跟我们也很像。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个上班族，你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又是上班又是下班，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可能起床送的孩子去上课，然后就去买菜，然后就准备煮菜，然后晚上的时候要再煮晚餐，然后再整理家里面的事情，一天就过了，第二天又一样。如果你是个学生，可能每天就担心说我要读书，我要考试，然后要如何应对每天这么多的课业的压力，然后就一直每天都这样进行下去。这跟彼得跟安德烈不是很像吗？他们生活在加利利的湖边，每天就只是做这些事情，他们捕鱼，他们捕网卖鱼。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好像不是自己在走的，好像是被这一些我们生命当中固定的计划、固定的安排在推着向前走。但是上帝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眼界，在我们原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原本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眼界。事实上，当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或走在上帝的呼召，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不会像彼得啊、像安德烈、像这些门徒一样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不是说要把你的工作就放下了，把你的家人就放下，然后开始去做上帝要你做的服事，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找寻那个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呼召的时候，上帝会一步一步带领你走到那个更加开阔新的境界。在这个开阔的境界，你会有新的眼光来看你原本所处的世界。你也可以在这个新的眼光当中，发现你生命当中不一样、更精彩的地方。而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你会发现那个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那个非常漂亮的计划。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上帝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那个好的计划。我们会看到上帝一点一滴的将他的计划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事实上，我们所深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爱我们也是了解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也不会将他知道我们能力有多少，他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才能，我们可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可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他不会将过重的重担或者是过重的服事放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完成。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要当上帝，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要走在自己的计划上，我们想要完成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计划。没错，当然，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做的，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生命当中的安排。你可以计划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一切很难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有时候，当我们都要等到我们非常的倔强，非常的努力想要去完成，当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要放手让上帝去带领。我们可以正在思考，我们过去是不是一直都一直走在自己的道路呢？虽然我们一直说我们要走在上帝的呼召，但是到底是走在上帝的呼召，还是走在你自己的呼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计划在那个当中，而且是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不要想说那个人好像做了些什么伟大的事情，我就要跟他一样。不要想说那个人好像做了什么我做不到的，我也想要学习他。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上帝都放下那个特别的记号、特别的计划在你的生命，等到你去追寻。所以，我们是否清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放下那个量身定做的计划？如果我们这个量身定做，上帝放我们生命当中这个量身定做的计划，我们可以越追寻的时候，当我们越发现的时候，上帝就要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命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他会给我们最适合我们现在目前可以负担得起的。重点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找寻那个我们愿意负担的，我们愿意去呼召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走在上帝给我们那个美好的旨意。或许我们会想，没错，我们的生命可能不完美，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使用我们不完美的生命来成就这些美好的事情。而走在上帝的呼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当我们走在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使别人得到祝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说，耶和华告诉亚伯兰说：“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上帝呼召亚伯兰的很重要的核心在于要成为祝福，要成为祝福。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成为上帝的祝福，也要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在你的手机上，或在你的LINE、你的脸书上，有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长辈图，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群组当中，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不厌其烦的，你会收到一些早安图或晚安图。通常我们看到这些早安图或晚安图，我们会很快就滑过去。但是这个长辈图比较不一样，好，这个长辈图是我阿公做的，他每天早上5点半固定发早安，然后晚上差不多5点半又发一个晚安，这样好。他每天都会发一个长辈图，我也不知道他去从哪边学来这个技术，非常的厉害啊，我也学不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长辈图。我阿公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没有在牧养教会，他也比较少的机会可以有，比如说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宣讲上帝的话语。但是我阿公跟我分享说，他使用这个，好，不要叫他长辈图好了，祝福图，好。他说每天早上发这些图片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发早安或发晚安，他在当中他加了一些圣经的经节。他说，透过这些圣经的经节，
在每天早上或每天晚上有加他好友的人，就可以看到这些他想要祝福别人的话语。甚至有人跟他回应说，因为早上看到这些话语，那他早上得着力量，那一天当中从神的话语开始，在那天当中得到一天而来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们一开始说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人，我们被呼召，我们要如何如何祝福？祝福非常多的管道，这是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刚刚说亚伯兰他离开的时候是75岁，他是75岁离开，然后才开始走向上帝给他的呼召，开始要去祝福其他的人。我想在座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没有超过75岁。我们可以认真的来思考，现在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业，不管你现在处的生活的状况是如何，可以认真来思考，我们每一个呼召的人，我们要怎样的去祝福别人？透过什么样的管道？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这是创立台湾神学院的巴克里牧师。这个牧师非常的特别，他在他16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献身文。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上网 Google， 你可以看到这篇献身文完整的文章。他在16岁的时候写这篇文章，他说他自己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他要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他在每年生日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上面再签一次名，表明他跟上帝的立约。他在他结婚之后，他也邀请他的牧师娘一起跟他签名，一直到他过世的之前，他在上面留了69个签名。从他16岁一直到过世那年，他每一年他都跟上帝重新的立约。实际上，巴克里牧师他从小非常的聪明，他有非常好的教育。他在1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到大学去读书。他有非常好的电器的专长，他的论文也有非常高的成就。如果他继续的在这个研究继续下去的话，他甚至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奖，成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但他没有因为他有这些好的成就，他就忘了当初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一个计划。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决定要去读神学院，成为一个宣教师，回应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事实上，巴克里牧师他来到台湾这60年当中，他遇到非常多的挑战，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事实上，走在这条道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但是他依然的坚持了下来。但也因着他的这些坚持，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编起了白话字的圣经，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让台湾早期许多人可以因着这样子来认识这个福音，也因着巴克里的生命，使许多人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因为我说，不一定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师，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认真的去思考，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你内心当中有所感动，在你内心当中愿意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或许你可能是一位非常有爱心、医治病人的医生，那是上帝给你特别的呼召。或许你是一个在社会上认真打拼、实践上帝公义、关心弱势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许你也是一个在家里教导子女的一个好的家里的一个家庭，不一定是家庭的主妇，在家里一个好的对于家庭一个好的管家。在任何的事情上，在你任何的工作上，那个可能都会成为你特别的呼召。在那个呼召当中，你要去找寻你如何在那个当中去祝福别人，如何在那个当中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接受上帝恩典的人。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成为这个恩典的发送者？我们要如何的去传递？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呼召的人，但是我们要想的是，我是不是被上帝？我们不应该想的是我是不是被上帝呼召的人，而是想说，上帝要呼召我们做些什么事情。也不是说我可以为上帝做什么事情，而是上帝可以借着我为他做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些过多的服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过多的要求，它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但在这些重担，在这些背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享受在这个上帝的恩典当中。这也是一个礼物，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向世界的人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一开始所看的那个经文，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上帝已经定义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定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各种不同的场域当中，来为他见证。所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要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他说：“我可以差谁去呢？我可以呼召谁呢？谁要愿意去呢？”我们敢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我们敢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呼召我吗？”我们可以像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它都是一个恩典，但也是一个命令。上帝也要在我们的这个呼召，在他给我们的这些使命当中，我们要在别人的身上看见我们的责任，以及看见我们的使命。我要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要到不同的教会去实习。我在去年2年级的时候，我在高雄的木栅教会实习，这是一间非常漂亮的白色的教堂。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从我们这边182线道，然后往龙崎的方向去，然后经过左转往台3线，你就会经过看到它在路旁。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因为它快要拆掉了，因为他们最近教会也要开始重建。当我去年来到那间教会去实习的时候，刚好我们学校有一门课程叫做台湾教会史。那上这个课程的牧师刚好就是我们的夏牧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早期的这些宣教师，他们要到台湾各地去服侍的时候，早期没有汽车，没有那么平坦的道路，他们只能用走路的去，所以他们必须要背着他们的行囊，背着他们的食物，背着他们要去服侍的一些用具，然后翻山越岭，到达那个地方去服侍。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哇，早期的这些宣教师蛮厉害的，可以走这么远的路，只是为了要去服侍而已。当时我刚好也在这间教会实习，我就想说，那我有没有机会我也走路去那间教会呢？我用 Google Map 看了一下，30公里，还好，应该没有很远吧。然后我就想说，好，走走看吧。我就开始走，我从沿着这个东门路开始出去往外走。我3点半前要到教会开始我的实习，我早上6点半开始走。我想说应该下午2点左右会到，我还可以休息一下。我沿着东门路开始走出去，一路上经过仁德、归仁，一直到关庙，沿路上路非常的好走，都是柏油路，随时有便利商店，我可以坐下来休息、喝口水，再继续走。但是当我开始走进去那个山路的时候，我发现糟糕了，没有便利商店，旁边只剩下树木跟野狗。而且当我走到那个山的最高的时候，是中午12点。我那时候坐在那个山上休息，我就想说：天哪，我要不要赶快叫个计程车，赶快把我载去教会，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当我坐在那个地方休息的时候，那刚好是在山的最高处，就在那个308高地的最高处。我从我左边看可以看到台南市，往右边看可以看到高雄市。那时候我坐在那边，我想，早期的那些宣教士，他们是不是也走过这样子的道路？他们是不是也曾经在这个地方看着这样的景色？
是不是也想说，我就放弃了，我就停在这边就好？但他们没有，他们继续走下去。对这些宣教师来说，他们要离开他们原本的国家，他们舒适的环境，来到台湾这个非常不舒适的地方。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他们可以选择不要回应这个呼召，但他们依然坚持了下去，他们依然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当然，我最后有走到，我最后差不多在3点20几分的时候走到吧，很赶，赶快拍一张照就开始去服侍了。好，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时候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上帝在不同阶段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但是我们面对这些呼召，或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我们是愿意继续走下去呢，还是走到一半就停了？我们是愿意继续走在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还是我们就放弃，我们就停在那边休息？所以，上帝透过早期的宣教师，透过许许多多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呼召，成为我们现在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当我们在这边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找到我们那个祝福的管道，祝福别的人？在这个引号当中，你可以填入非常多的答案。上帝透过什么东西可以成为分享他的祝福和恩典？可能是透过亚伯兰，可能是透过彼得，透过安德烈，透过这些门徒，可能是透过巴克里牧师，可能是透过台南神学院，可能是透过富强教会，可能也是透过你，可能是透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去领受上帝的那个呼召，去找寻到上帝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好的计划，借此可以去祝福，也去分享上帝的恩典。这个空格留给你们自己填，看你要填下什么样的答案。所以，守在上帝的呼召，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从我们一出生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们都要不停的找寻。在不同的阶段，当我们找寻到的时候，我们要使用这个呼召来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请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百姓，谢谢你呼召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可以去祝福别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所感动、所热情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全心全力的投入在当中，好让每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因着我们的行动，可以让他们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呼召的人，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被呼召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祝福我们所能影响的每一个人。感谢主，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来讲道，其实也是代表台南神学院来向各位弟兄姐妹来请安报告。